大家好，我係 Keith，今日好榮幸喺度同大家分享我而家喺 PolySpeed 讀緊嘅碩士課程嘅課堂經驗啦。咁我自己都係啱啱喺 Marketing Management Bachelor 畢咗業，都知道而家呢個數碼世界快速變化。如果我哋可以掌握到呢個針對數碼時代嘅市場策略，都非常重要。咁至於點解我揀 Speed 嘅原因係因為除咗最近收到香港理工大學碩士錄取嘅通知書之外，亦都係因為我對呢度嘅環境同埋教師已經有一定嘅了解，令我覺得呢度係一個理想場所，課程方面都比較靈活，可以兼顧到工作同埋學業方面。除此之外，香港作為國際化嘅商業中心，Speed 嘅課程都提供咗優秀嘅職業發展機會，令到我更加容易掌握市場嘅趨勢，提高自己嘅競爭力。雖然而家仲有一科先完成第一個學期，但我都好真心感謝各位同學帶來嘅觀點，佢哋獨特嘅見解令我嘅學習經驗更加豐富，亦都開拓咗我嘅視野。多謝大家。